观众到早啊，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以巴战争。巴勒斯坦的医疗官员即马是对外表示，以色列伫31日时，针对加沙的北部的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50个人死亡，150个人受伤。不过以色列是解释讲，当时因是和哈马斯咧进行地面的相战，目标是对方的一个高阶的指挥官。 加沙人逐工拢甲死神见面，失去囡仔的这位妇人人，伊脚的边啊拢是尸体。部队内面装的是囡仔残破的尸体。巴勒斯坦医疗官员讲，以色列30亿空袭加沙走廊北部人口正密的加巴利亚难民营，涂骹炸出一个大坑，造成几60人死亡。迄当阵，以色列地面部队正甲组织咧庞大地图网络为哈马斯进驻作战。 מחסלים מחבלים בהיתקלויות מטווח קצר, תוקפים מטרות בתקיפות משולבות מהיבשה, מהאוויר ומהים. בשעות אחר הצהריים, כוחות חי"ר ושריון השתלטו על מעוז מרכזי של חמאס.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赫克特表示，这场攻击的目标是锁定这个区域这位阶级正悬的哈马斯指挥官。以军指控哈马斯用建筑物安抚战斗人员、指挥官加武器。哈马斯是否认讲加巴利亚有400人死伤？ 这个所在是伫加沙市的郊区，是哈马斯武装分子甲以色列军队甲坦克交战的北部主要地区。自1948年以来，甲以色列交战造成的真侪难民的家庭，拢是住伫咧加巴利亚。 انسجاما مع موقفنا الذي أعلناه مبكرا عن عدم رغبتنا ولا حاجتنا للاحتفاظ بهم أو استمرار احتجازهم في غزة. 31日下昼4点外，几多点飞机弹自加沙射向以色列。以军表示，伫咧过去一天攻击哈马斯大约300个目标，包括防空、地下军营。哈马斯是讲，甲以色列地面部队激烈战斗，以色列方面损失正惨重。加沙将永远是侵略者纵深之地，被围困的巴勒斯坦规地百姓已经面临着人道危机，电力供应慢慢中断，受伤的人一直送去病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国际社会停火呼吁是无伫咧插，对以色列攻击难民营的任何细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讲伊无清楚，不过伊讲为着人道而暂时停火是有价值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继续关心桃园机场伫昨昏发生顶车意外，这是一台中型航机的拖车和中型空渡的餐车相撞，餐车有变轨，驾驶有受伤，送上病院。事故是发生伫昨昏桃园机场的第2航厦西湾机坪，中型空渡的餐车作业结束了后，甲中型航机的拖车相撞，餐车是变轨，驾驶受伤送病院。 也若伫顶礼拜五，第2航厦地下行李处理场的所在嘛，发生中型航勤的员工互行李拖车弄受伤。机场公司即马是要求讲，中型航勤伫机场内底驶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渐渐减弱，天气会变较稳定。咱同齐来看温度。 今仔日伫这方面，水汽会愈来愈少，北部、中南部、澎湖、金门、马祖拢是较稳定的天气。也毋过爱说是温度的方面是早暗感觉较凉冷，因为低温敢若21度至23度。也若日时是出日头，就会感觉较舒适、较温暖。东北部、东部今仔日高温是25度至26度，其他所在高温有28度至31度。明仔载开始到礼拜，除了东半部有局部阵雨，其他所在拢是好天济云的天气。拜五之前，各地高温会豆豆回升，高温上悬会到31度。西半部日时暗时温差较大、较明显，温差会差到8-9度。 民间的消息，咱来关心鸡卵的介绍。鸡卵介绍即马继续在落。台北市卵商工会有宣布讲，拜四开始，鸡卵的产地甲大盘的挂价一斤会降3块钱。产地即马是变40块半，啊那挂价是50块，这嘛是这个月第1届来降价。 12项山庄的卵是差不多拢卖了了啊！业者下晡较紧来补货，4到6个卵每一箱拢低甲满。业者讲已经收到通知，今日介绍这礼拜是开始，逐斤阁要降3块。伊家己看这空卵的介绍，阁算是袂歹。今年给能真的买气差很多？不会啊。哦，是哦，还是有人买。都卖完了啊。
十两项嘛讲，伫社区的销售量算是稳定，不过这个月台北市两商工会已经2摆调降2价，顶一波10月20是降2块，这波佫降3块，产地价是来到40.5块，批发价是50块。工会讲，继续受到进口两争议的影响，佫降价是希望鼓励消费者加买，因为两价若继续一直落，受害的嘛是本土的两农。一旦拢无消费者即马食较少，都甲伤济饲鸡都无人要饲啊，都佫无鸡卵好食，影响到迄个生产者的意愿了，对啊。对。真正因为进口水卵这期限去标唔对去，全台湾遮侪县市拢宣布讲营养中道等禁止用水卵。农业部和教育部是5月讲定评估，对这新北市教育局讲，目前辅导的学校是使用现卡的国产卵、全卵的加工品，也是其他卵培质的食材，咁要改经过再评估。本市将于蛋品源头流向标示均确保安全无虞前提下，审慎评估有条件开放学校午餐使用液蛋事宜。台北市教育局讲，已经请卫生局去加强稽查了解源头，下当教育局评估的结果出来再讨论敢要开放。台中市教育局讲，10月20有找家长、教师团体和学校的代表来研商，各方拢同意讲，这水卵的流行还有疑虑，支持市政府是维持暂停使用水卵的决定，要确保卵品的来源安全了后，才会来考虑解禁。目前学校的中道等会先用洗选卵，量含营养拢是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铁，即马是对外宣布讲，对后个月12月份开始，提早买票的早鸟票，即马就爱填身份证件号码，嘛爱徛名。坐车时，搁爱查身份证件去比对，若是无合格，就爱补车钱。高铁即马表示，早鸟票上架是拍到657，也毋过伫网络顶悬，所有人买刷了后，搁摕去转卖，所以对后个月12月份开始，早鸟票顶悬拢会注记订票的人的名，也佫有身份证的号码。坐车时嘛爱查身份证件去比对，若是验票的时无过，就爱补车钱，是爱补车票计数的50%。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因为被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做势，互国民党停权2党的前国民党的中常委范成仁，因为涉嫌替郭台铭买连书，即马是互法院收押禁见。来关心联合报，中国有一个姓刘的查某人，捌伫中国的工商银行食头路上班。10年前，伊是和咱台湾一个姓周的查甫人结婚，嘛摕到登记的居留证。伊即马是要申请来台湾定居，也毋过即马说互内政部认定讲，伊捌做过中国党务行政，所以就爱甲拒绝。伊提出行政诉讼，即马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认为讲，内政部无请国安单位协助调查，就家己大主大意，家己处分，所以即马是判内政部爱撤销原处分。来关心中国时报，宜兰进前看海翁的观光船10月20日时，伫头城的外海，风声讲去互伫咧演练的军方的假头去弹着。玻璃全破去，窗花嘛冒去。当时船顶阁有34个人，也毋过国防部伫昨昏公布检验结果，伫冒去的所在并无验出炮弹的物质，所以军方即马是判定讲，军方并无去射着即只看海翁的船。继续关心，去年10月份迄时，伫台北的西藏道有一台奥多拜为着要闪过路人，全熊熊打动，规台车全出去，骑奥多拜的即个民众是跋甲大坑细滴。也毋过过路人即摆即个小姐是认为讲，即个事故出车祸发生甲伊并无关系。也毋过路尾法院是认定讲，即个小姐牵狗仔过车路，也毋过无行伫斑马线，是违反交通规定，所以和即个骑奥多拜人出车祸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依照过失伤害罪。审判伊3个月有期徒刑。穿蓝色衫的查某人是牵狗沿路边一直行，忽然间是徛伫路中，落去甲伊的狗仔抱起来，放入去塞车内面，佮继续用物件，才对斑马线边继续行。一台奥多拜过来，骑奥多拜忽然间摔伫涂骹。那骨头的部分是都还没有好，因为半月板的关系。已经过1年外，这身躯顶阁有伤。当作是这一摔，互骑奥多拜的张先生真侪所在拢挫伤，这边骹目的骨头拔去，半月板嘛受损。讲是为着要闪这个人，伊才会失控摔车，去甲报案提告。他完全主张是跟他无关，对，态度非常强硬。事发到现在，我也是没有收到抱歉啊，对不起，就是都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回应。
检方在侦办了后，对过路人王小姐起诉，伊伫主张讲，这桥倒摆是甲其实的含义无关系，而且塞车的所在含义有一段距离。双方调解足侪摆拢无成功，法官审理了后，照过失伤害罪判伊3个月，会当用罚金来代刑。闪红灯的时候，他应该要注意来车，他也没有注意，好，所以他这个会被认定有过失，骑士也没有减速，那他是刹避不及，所以自摔，那他这部分也是负有肇事的责任，只要同时构成车祸的原因，都是有可能评价为刑法的过失伤害。当来到代志发生的所在，伫台北市的西藏路，法院认为讲，这过路人无行斑马线，通过闪灯的路口嘛无注意来的车，过路无守交通规定，和事故有因果关系，但是王小姐是发无奈。我为什么会这么的执着？就觉得说我没有错，因为8、9公尺绝对刹得住。咁要上诉，王小姐讲会阁考虑，虽然讲刑事的部分暂时就是安尼，但是桥倒摆嘛有提民事的官司，要求赔超过30万。即么专案阁伫1审在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继续来去美国，来关心美国的3大车厂的罢工行动，即马有重大成果。拜一的是传出通用汽车已经和工会达成协议，公司即马同意讲4年半之内薪水会加超过3成。这个加薪水的内容和其他2间车厂是差不多的，所以汽车员工罢工6礼拜，即马总算收煞。为伫密西根的通用汽车厂化工人选择官方，也标记执行罢工，都伫因坚守罢工纠察线超过6礼拜了后，总算传来工会甲资方达成协议的好消息。I think that was a relief for everybody. You know, like we have an agreement, so something's on the floor, so we know we won't be out here long. 这是美国3大汽车厂工人自9月10号起发起联合罢工，表示福特甲斯泰兰提斯车厂伫过去1礼拜内连续让步了后，汽车工会过一大胜利。根据初步协议，通用同意甲其他2间车厂采取类似方案，伫4年半内实质加薪超过3成。若还未达到相关薪水水准的计价员工，加薪幅度可能达到1.5倍。另外，退休金也起33%。伫劳资双方最后达成共识，捌停罢工行动的美国总统拜登也感觉欢喜。They have reached a historic agreement and a hard-fought agreement that was really battled for a while, but it was all done in good faith. 美国3大汽车工会成员有我15万人，这届罢工高峰时期，上侪有我5万人参与，期间造成资方数十亿美金的损失，有增加烦恼。劳动力成本提悬了后，车厂可能将压力转去消费者的身上。There could be some pricing pressure, cost pressure as it relates to the labor rates. Understood. We have different ways and different levers we can pull there. Maybe get some efficiencies within the facilities. 分析认为，美国汽车工会罢工的成功案例一定会加速其他产业工人的典范。未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会加速趋势。那参与罢工的汽车工人表示，会伫业者正式宣布协议内容了后，等到工作单位。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继续关心 AI 科技发展加真紧。美国总统拜登30日时有签署头一份人工智慧行政命令，目标是要建立 AI 的安全标准。若是 AI 有出现有风险的模型的时，就要随甲政府通报，嘛要说明安全测试的结果。嘛因为安尼时，即马微软也个 Google、OpenAI 这些公司拢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份行政命令，要来建立 AI 的安全准则。这嘛是美国头一份关于 AI 的行政命令。To ensuring the AI Bill of Rights to bring together leading AI companies who agreed to voluntarily make certain commitments to make sure AI is safe and the system is secure. 这份行政命令有8项行动，包括要制定 AI 安全新准则，保护民众的个资、公民权利，强化国际合作。内底上关键的是。要求企业伫开发有关国安经济风险的 AI 模型的时阵，要通知政府，嘛要分享安全测试的结果。另外嘛要求 AI 生成内容的声音、影像等资料，要加入浮水印，互民众会当分别真假。3-second recording of your voice. I've watched one of me on a couple of things. I said, when the hell did I say that? 3 seconds recording your voice and generate an impersonation good enough to fool, I was going to say your family, fool you. And they can use it to scam loved ones
into sending money because they think you're in trouble. 美国参议院当咧制定 AI 法案，即马总统拜登早一步宣布行政命令，嘛呼吁国会爱通过立法，加强对 AI 的管控。即嘛是英国要伫11月初召开全球 AI 峰会的进程。美国所提出的重量级的资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出席峰会参加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国，即马是放调讲要取消 ECFA 早收清单犹太。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石化、机械甲纺织这3项产业会受影响。咱政府的协助转型嘛会分散这个产业的市场风险。机械工会有讲到讲，目前其实对中国出口的比例拢也是继续在降，不少厂商已经开始做出应用。啊，毋过有学者即马认为讲，短期内 ECFA 未话停就停。中国称讲要取消 ECFA 早收清单优惠，并且延长对台贸易壁垒调查到2024总统大选进行1天。因为中国占台湾出口贸易量也有38.8%，若是片面取消 ECFA， 刘毅问政府要安怎因应？经济部讲有3项产业冲击会较大，会协助转型甲分散市场。是3.7左右，全球相对是比较低的，这个部分是204亿，所以这个部分那相关的影响的行业是石化、机械跟纺织会比较多的品项。3大产业石化、机械甲纺织工会拢讲，希望 ECFA 唔通断，不过这几年出口中国确实慢慢减少。机械工会理事长魏三文讲，有的厂商转去别国设厂，也是增加伫中国生产的比例作为应用。不过对一寡中小企业也是出口中国较悬的厂商，一定有冲击。也不过不是全面性，也是灾难性的状况。第一个，大陆不要片面的这个撤销；第二个就是说整天去担心他们要不要去撤销不如把时间蹲马步慢慢的培养自己的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比较要紧10月的时候，国台办也才讲，继续维持 ECFA 的生效是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短期之内都没有 ECFA 会停止生效的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是政府还是要预做准备。学者讲，中国停止 ECFA 协议不是现阶段的选项，也不过中国可能会暂停部分早收优惠。伫大选了后，搁爱再观察。目前降价对中国依赖，维持会当合理控制风险程度，是台湾产业发展的上好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以巴冲突，以色列是继续攻击加沙走廊，当地死伤是真惨重，救援人员根本就无法度休喘。政府保证，即马物资嘛真欠缺，开始有难民冲入去物资发配中心来抢物件。也让其他国家嘛有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谴责以色列。即马有示威民众是走入去加拿大政府机关，要求加拿大政府爱呼吁双边停战。只听到有抗击急救人员真紧整理装备前往灾难现场。10月7日，加沙冲突爆发了后，巴勒斯坦卫生单位就使用当地有急救证照的专业人士发出调集令。不过随着伤患一直增加，救援志工只会当随时待命。真侪人到达已经3礼拜无回去啊。واحد اللي هو ايش؟ الخدمة الإنسانية في سبيل إنقاذ أبناء شعبنا وتقديم لهم أبسط ما يمكن نقدر إحنا نقدمه。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到达已经造成超过8300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其中有3500名是儿童。受到连续轰炸影响，加沙地区物资运送难度增加，造成最近有数千名拢伫联合国物资发放中心甲仓库抢面粉、水甲食物。联合国烦恼当地公共秩序已经渐渐失控。虽然礼拜二国开放33台卡车通过立法关口，逐工刷至少爱有100台卡车的物资，才会当应付当地需求。So our inability to supply medicines and equipment to the remaining hospitals is vital, and now we've been cut off from that ability, if you like, because of the high security risk in the north. The living conditions are subhuman. Where do people go to the bathroom? How do you remove the waste? 全球各地继续有停巴示威，30有真侪加拿大停巴人士。总计伫12座城市占领17个政府机构，其中包括加拿大副总理洪慧兰甲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因要求国会公开呼吁停火。另外，美国大学校园反犹活动也增加，就名校康奈尔大学的犹太社群，就发生真侪件网络威胁。目前联邦调查局已经介入处理。公司新闻刘干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和乡亲同齐来去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拜五会过去以色列访问。另外，以巴战争即马死伤人数继续在增加，南美洲的玻利维亚政府就指控以色列是犯下危害人类罪，所以即马决定要甲以色列断交。这嘛是以巴冲突发生了后，头一个宣布要甲以色列断交的国家。白宫的发言人即马是证实讲，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按算11月中会伫美国旧金山所举办的 APEC 领袖峰会场边举办双边的会谈，互相对话。继续关心英国伫今仔日和明仔要举办全世界全球头一届的人工智慧 AI 的安全峰会。根据资料，计共有27个国家政府代表、7个国际组织、超过80个学术单位、企业甲公民团体会同齐去参加。另外，泰国为着要升关公客，已经宣布对11月份这个月开始到明年5月，台湾甲印度的旅客入境泰国拢会使唔免签证，而且会使停30天。因为咱台湾去泰国办观光签证，就要开1200块，即马这条钱会当省落来啊。疫情影响全球旅游市场，进入寒冬有3年啊。为了抢疫后观光商机，泰国官员32宣布取消台湾甲印度入境签证限制，入境旅客会当免签停留30天，免签期限为11月开始到明年5月70。我们在沟通，希望能够都有一些优惠。因为当年的11月到过当年的机会，不是泰国的富贵，气候舒适是当地旅游大月。国内未少旅行社看准商机，除了用优惠价收客，也看好泰国的免签政策，会让泰国旅游市场成长。预估整体在泰国市场注入活水之后，可能对整体的东南亚还有泰国市场可以再成长1到2成。这样的一个免签证，对于台湾的旅客可以省1000多块的一个签证费，是一个很大的诱因。以泰国现在来说，在疫后来讲，它的一个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根据交通部观光署统计，疫情进前108年，民众到泰国旅游的人数是83万人。继当年受疫情影响，当年减少，到去年才开始复苏。今年1到9月，更加来到567000人。不过，泰国政府为了中正观光市场，早伫9月25，就实施中国旅客到泰国旅游为期5个月免签政策。不过，这项力度亲像无激起中国旅客兴趣。反映的是泰国很需要观光客回流了，双方可以进一步磋商，那是不是双方可以变成互相免签的国家？泰国今年目标希望增加2800万人次的游客入境，唔忙透过观光收益，抵消出口等，限制经济成长的影响。只是进前一直传出有民众到泰国旅游撒风怪，也是挂器官的传闻。安怎让泰国旅游无安全顾虑，恐惊也是泰国政府逼观光，都爱先克服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职业篮球逼出拍假球的绊脚案，风声讲唔拿球员，还有教练，甚至有裁判嘛参与在内。目前检调已经介入调查。新北港执行长就表示 ，PLG 裁判拢有挂乌阿爸，通去追查判决的时间，过程是真透明，外界当检验。体院呢，台更内应有公告讲，已经要求所有的职员爱签册结书，若是违反规定，就会随解除契约，嘛爱赔3年的薪水。篮球协会嘛打算要招3个联名的相关人员去研究安怎防止绊脚拍假球的机制。台湾下大继续设置绊脚风暴，况且有更较侪球员对职员甚至裁判射入。将 PLG 执行长陈建秋30伫 IG 呼吁，希望所有人拢会当承受真无简单，才搭建起来的舞台。也强调 PLG 为2021到2022球季起，有请 UFDS 监督比赛的全球搅拌，运用科技高测分析防脚，这两季无侦测到任何嫌疑。新北国王执行长陈信生伫开会记者会也表示 ，PLG 的裁判拢有挂乌阿爸，会当追溯判决时间。透明化，让球迷、让媒体朋友、让关注者都可以去检查。无稳准任何涉入报缴的代志。体院的台更大型公告已经要求全队对职员签切结书，若违反会随解约，搁赔偿3年的总薪水。高雄专家海信表示，合约内有明定相关条文，最近也要求全队签诚信承诺书。那协副秘书长刘成忠表示，目前无一致性的规范，会伫11月7日甲3联名的会议讨论。也会希望针对这一点，看有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就是大家一起，包含各队、包含联盟，都给这个更等于给球员一个更严格的责任跟义务。
那伫皮尔基拍球，敢会当买另外一个联名的云彩？张成忠讲，即马无规范甲遐尔幼，也留咧讨论体育署是伫31先调集，那协甲体院代表了解。职棒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模式跟平台了，所以我们可能也是提醒，可能可以参照援引相关一个职棒的这样子一个防堵的一个模式。体育署表示，避免影响这个运动机制，未伤过干涉，也毋过建议会当参考中止防缴机制，也是建立防缴基金信托。毕竟张上前期全力去拼者，对得起尽量求赔。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投资无有期的遐尔好，资价总处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是降到2.32%，这是比8月份预测的2.54%减0.21个百分点。那第三季的 GDP 嘛继续调降，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嘛对8月份原本是预测讲应该有1.61%，即嘛是降到1.55%。经济成长率啊，那个你认为能不能保1.5啊？是不是1.5？我们是乐观期待啦。9月出口转正，将至连续12个月负成长。国发会所发布的景气电号也转唔拿定。主计长朱德平表示，今年 GDP 保1.5是乐观期待，不过国内投资动能冷冷，资本形成明显不如预期。主计总处下修第三季经济成长率是2.32%，比8月预测数减少0.22个百分点。今年经济成长率也为8月预测的1.61%下修到1.55%。第三季可能还是步调是有点放缓。那至于说投资是不是真的表现得很差？那其实我们认为基数高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因为投资从107年开始到111年，已经连续5年的扩张。当地全球主要央行升息，全力对抗通膨的同时，日本央行却继续坚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日本甲国际市场带来压力，日本央行伫货币政策会议讨论调整息利率曲线管控政策。高温准10年期日本国债息利率升到1%以上。面对货币政策慢慢转走紧缩，对此国内学者认为，台湾伫机械甲工科技产业甲日本某种程度伫海外市场是属于竞争态势。那日本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有所调整，会有利台湾出口。先前的这种便宜的日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机械业者承受很大的压力，价格竞争优势就没有了。那如果说日元呢能够在未来的这个汇率走势有一些修正的话，那其实就是说给我们的机械业者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另外，市场预期亚洲央行伫未来6个月内会升息，原因是美金走强加油价起。台湾央行敢是会伫明年第三了后重启升息，引起关注。学者认为，为一般的无形掠算来看，明年第三了后到5日空期间，国内物价较无超过2%可能，所以央行暂时无升息机会较大。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中国抖音，即马有流行一款萝卜刀，这是塑胶做的刀啊，即马伫国校啊内底是真流行嘛，真时行。虽讲是塑胶做的，也毋过头前是小可尖尖，所以拄着嘛是会痛，嘛是会造成危险。教育部即马要求地方政府着要注意。目前湘北、台中、高雄、台南甲嘉义在教育局处，拢已经要求学校要加强管理。今仔翕一个这彩色的刀片就看到啊，佮有咔一声，这款塑胶做的设计刀啊，叫做菜头刀。前一阵啊，伫中国社群平台是真流行，即马连台湾嘛开始在销这种刀啊。各年龄层都有，应该都是国小3年级以上到6年级以下，这个年龄层最多。因为1、2年级的话还太小。菜头刀就踩伫文具店门口的架顶，业者讲这销路一直拢袂歹，网络顶悬的电影片，真侪人拢讲这好耍，搁较袂刮着。毋过用刀啊尖尖的所在，实际去测试，发现讲只要小可刺力，怎都会突破去。家长烦恼讲囡仔在耍的时阵，用这支有可能会受伤。怕就是他们在玩的过程中会不小心弄伤，因为小朋友现在拿的是假刀，那如果他形成一个很制约的一个反应，说回家之后如果把真刀也拿起来这样玩，那其实会造成更大的危险性。学校是烦恼讲，除了受伤，更有可能会引起潜意识的暴力行为，也是对其他更加危险的刀啊出现唔对的认知，也是使用。台中市教育局已经发文要求加强管理和选刀，另外包括湘北、高雄、台南、嘉义在县市政府嘛，已经拢发文给学校。就已经把教育部的公文函转到各校去，那也呼吁各校必须审慎留意，避免有不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物品进入校园。
对大家在烧菜头刀，前管基金会讲，因为成本低，加上凊彩拢买得到，烧鸡的风度有难度，应该去互囡仔正确的使用时机和观念。正确使用，那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文具。可是如果事实上是不当使用，可能会产生伤害。所以在这边也要让学生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利弊。前管基金会嘛提醒讲，家长和学校应该建立完整的沟通管道。另外嘛要注意讲囡仔使用网络的状况，避免互一寡唔对的观念，结果去造成因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有警方伫网络巡逻找影片来看，发现有高中生播影片，内底若亲像阁有野青伫遐冤家相拍。一对早发现讲是台中一间国中，是国中的6个囡仔涉案。囡仔是表示，因为学校不爱互因参加毕业旅行，所以因才会伫学校门口拍影片，表达不满。画面当中的国中生手里摕疑似是枪的物件，沿路发甲大细声。头前的人一个一个闪开，因锁定另外一个国中2年的学生，佮发生冲突。打架！你要哭了，打架哎！快点，怎么去打嘞？影片传起嚟网络了后，引发议论。虽然无接到报案，警方也是主动追查，发现这群学生是读台中西屯区的一间国中。3日暗时陆续通知6名涉案的国中生到案。查扣几项违禁品，全部依法上班。查扣玩具空气枪2支，手电筒1支，依涉违法及少年事件处理法侦办移送。警方表示，6个人当中姓杨的学生，因为未爽学校唔予伊参加毕业旅行，超工选伫线学时，伫学校门口起事，佮甲影片传去网络，呛讲要拍歹学校的名声。若校方也说明，代志发生了后，有随启动校安通报。负责录影的姓杨学生，平常时伫学校就互人真头疼。用3字经，用一些不当、不雅、非常羞辱性的言辞，也骂过我，骂过学校的主任、老师，甚至会主动去抢老师的个人用品。那这个我们都陆续有在处理它，所以其实他目前已经是记过累计超过9大过了。校方表示，考虑到安全，有2位学生无法度参加这届的毕业旅行。姓杨的学生就找2个毕业生，佮有另外2个在校生，甲霸凌别人的过程翕落来。3日暗时已经通知家长佮监护人。校方也说明，因为是义务教育，无法度退学，会针对涉案的学生加强辅导、规范行为。记者台中报道。高雄市的码头山有真侪保育类的动物，也毋过这几天发生不少动物在过车路的时互车弄死的事件，所以相关单位即马是伫桥骹建立生态走廊，也有水池啊，希望降低保育动物互车弄着搞死的情形。一只骡仔家己车路为骑机车阿白边仔行过，实在真危险。这是伫第28线高雄码头线路段，这生态丰富，袂少保育类动物。不过这几年拢动物冲去车路，互车弄着也是搞死。其中23到28公里是动物发生意外上侪区域，所以林业署甲公路总局等等单位来合作，伫这路段桥骹设置生态廊道。我这几年我有伫咱的码头山2号桥，咱的桥底，咱有做一个生态廊道，然后把这个桥底，我有去营造相关这个动物因的一个栖息地，还有这个环境，还有包括迄种这个蓄水池。根据林业署监测资料显示，火车龙蛇有8种类冇饲养动物。虽然8种类数量上济，不过因为骡仔体积较大，造成危险嘛较大。骡仔占饲养动物有12.5%，另外去年中大型饲养动物拢总有15只火车龙死，今年到达敢若7只尔。骡仔体型足大，所以若甲人的车弄着吼，伊个人嘛会受伤。人道吼。目前为止啦，吼是有较少有减少无毋对，但是嘛无介完全啦，吼。码头山生态友善设施改善今年是第3档，明年初第2条生态廊道完工，公路总局嘛伫桥骹设置饮水池甲充实沟，互动物惯习行生态廊道来减少冲到车路，保护人甲动物安全。记者张义辉、区兆勇高雄报道。来关心新竹地区瓦近科学园区的高峰里，最近是出现会当看到遮尔侪狗遐，而且佫走入去民众的厝内，造成民众真大的困扰。专家讲，除了会当用药仔来偷，会当甲10拍的糖水、淋3拍的皮刷来偷这狗遐，这是上好的防治方法。
社区的树仔顶规个拢是狗仔，就连挂伫咧电火条仔顶的电箱也白甲规个白白斑。狗仔的数量实在有够多，互人看了就惊，有的是爬到厝内。像我们刚刚，那个就会咬人，而且很快，而且咬人很痛。然后住家只要窗户有缝隙的，或是那个采光罩那一种金属方面里面有管子的，只要有缝隙，它们就会钻到里面去。伫新北市国防里已经就捌出现过真侪流离狗仔，经过防治了，有一段时间就较无看到。无想到讲，这阵啊数量愈来愈多。专家讲，用糖拿糖水掺平剂，互狗仔早登去狗仔箱内面食，是上有效的防治方法。说利用3%的硼酸，再加上10到20% 的糖水，制成耳剂，可以做成流利防治用的耳剂。假如说你使用一般的那个杀虫剂，这种强效杀虫剂的气味会使得流离四处扩散，造成流离的危害更强大。新北市政府准备伫咧11月初，甲科学园区也个新北县做伙讨论流离狗仔防治计划，以免狗仔的灾情愈传愈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南连角礁生态园区已经成立24档，连角礁的保育已经真有成果。不过，即马说风声讲，生态园区内底真侪所在是无建照，亲像园区的办公室也有亮灯啊，已经真久啊。农业局就表示讲，伊目前已经有摕到一部分的建照啊，嘛有摕到林务局经费的赞助甲补助，即马会开始来修理。连角礁伫田内找食米，平常时要看到这种景象，真无简单。24年前，因为起高铁关系，惊影响连角礁生态，因此市府向大塘租地成立连角礁生态教育园区，后属由台南市野鸟协会领用管理。实际来讲，园区详细看解说中心办公室的建筑拢真旧。根据了解，园区逐档经费拢无够通用，甚至嘛风声者到达也未有建照。在111年的时候获得林务局的补助。那我们也着手在进行相关的建造的取得，然后后续当然有一些要进行补照的事宜，然后甚至使用实照的一个取得。农业局回应，目前已经摕到一部分的建照啊，林务局的分配拨经费有切付，因规划升起新的园区办公室，落尾后续修缮建筑，互园区通继续保育连角礁。另外，影响鸟仔生态关键，也有连角田的面积。近来人口老化，佮加上天气变迁欠水，关田区公所指出，今年面积降到剩228公顷，产量嘛对咧减少，创下今年来上低纪录。台湾人老啊，退休啊，年轻人、少年人无爱做这道啊，规白规工啊，有的少年人无爱规啊。今年的面积可能减780家的款，因为今年无放水嘛，足侪无知啊。即摆是连角大出的季节，不过极端气候影响，农民的生活参生活拢受到威胁。公所参农会积极办产业文化活动，嘛替农民找通路。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当年10月底到12月份的时，是地黄油的这款油啊的产期，家己水上就农民种这款油啊。到份的地黄油是搁香搁大粒，而且是比一个囡仔的面也搁较大。甲外口套的地啊提掉，这8田的地黄油，即马当时到份的期间，农民讲这种地黄油的芳气真高，所以爱用地啊包起来，较无因为芳气声汤破来顶。为什么叫它香水地方？因为它本身呢，到9分熟的时候，闻这边它会发出香味。它的表皮哦，它那个果皮啊，比较薄。薄的话，它发出香味，很多果园都喜欢来光顾啊。好吃，赞。除了地黄油以外，西施油嘛是这段时间会当采收。农民表示，今年春天的时阵，因为雨水较少，所以今年收成的油啊嘛较细。那个西施石油跟那个地黄油的产期都差不了，时间差不了多少。大部分都是同时采摘，因为今年那个是干旱嘛，那个开花期春季的话干旱啊，干旱的话果实要长大啊，它没有办法长大，所以说它会比较小。农民讲，因为使用自然有机的种植方式，所以油啊拢爱高分啊才会采收。就算是种进风台内的时阵嘛无抢收，虽然有较细粒，产量嘛有减2成，不过品质也是袂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早起看世界，来关心由英国打造的全世界上大的海旗飞船“天空者10号”，最近和英国上大的军火商合作，要把这飞船开发做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要开始生产。由英国货运航空交通公司打造的全球上大的飞行器“天空者10号”，为2012年就开始起飞。安尼的海旗飞船，碳排放量比传统飞行机少9成，上这一摆用留伫空中5天，飞行效率悬。毋过，捌伫2016年第二摆起飞的时阵，伫降落机头当落落涂骹，驾驶舱受损，好佳在机顶人员全部平安，无人受伤。因为起飞状况无稳定，海旗飞船好亲像要行入历史，毋过伫这场减碳时代，佫一摆欠大家眼光。最近，甲英国上大军火商飞机系统合作，希望因开发制造军用运输机甲侦察机，按算2026年开始商业化生产。业者表示，天空者10号每一摆因载100人来回西班牙境内各都市或者是西班牙小岛甲马耳他的底道航班，所以西班牙一间航空公司就预定20架。上远4点钟的飞行距离，提供比传统客机更较舒适的舱房，装透明的地板、落地窗啊，当然要是天过路，也有餐饮的服务。Well, here we are on board the Airlander 10 cabin. Here we're fitted out with 8 ensuite double bedrooms, living and social spaces, and with the ability for passengers to take a multiple-day air cruise. But this same cabin offers so much space that fitted out for 100 passengers for domestic flights, every seat will be accessible to the aisle. You'll be able to look out through these floor-to-ceiling windows, and you'll be travelling in quiet. 天空者10号的飞行高度甲直升机同款，业者强调用伫较平的表面降落，包含水面沙漠甲雪地，对抢攻豪华旅游市场有帮助。啊，毋过这几年测试真侪摆拢出问题，煞互外界怀疑伊的安全性。公司新闻深入批评析。因为特别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倚靠，英国首相已经对外宣布，要伫北海发放27张新的石油甲天然气的许可证。不过，这是引起英国人的不满，示威抗议者以慢速游行的方式，人是行伫车路。不过，警方是以妨碍交通做理由，甲62个示威者抓去。英国环保团体阻挡石油的抗议人士。伫国会广场的车路慢慢行10分钟，警方要求因行转去人行道，唔通妨害交通。警告无效，开始抓人，拢总抓62个抗议者。环保团体阻挡石油伫2022年成立，几两摆发起抗议活动，为几两千人被抓，上百人入狱。即摆的抗议是要踮伦敦用500有的规模，慢慢游行3礼拜。Parents like me are seeing their children die because of the climate crisis. Why are you arresting us and no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英国政府讲，为了减少英国对罗西亚能源的依赖，宣布要伫北海发放27张新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许可证。不过，抗议气候变迁的环保人士讲，安尼做对降低大气的能源费用无甚物效，颠倒是替极好业的企业制造更较侪利润。Our democracy doesn't function. I've only voted 2 times in my whole life. Nothing I've done has made a difference. So this is our only choice if we want to stop the inevitable climate crisis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carelessly fueling because it fills their pockets. 阻挡石油透过声明讲，刷落来每一天拢会发动慢速游行。准讲警方出手抓人嘛不要紧，重点就是要全力阻止英国政府继续依赖石油甲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伤害地球的环境。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反对石油化石燃料，即马电动车的研发就是未来科技，嘛是力量的趋势。荷兰有一间大学打造全世界头一台太阳能的越野车，只要用太阳能就会当驶超过1000公里，而且嘛通过撒哈拉沙漠。雕塑造型的马卡龙绿色车，驶伫沙漠当中，这是荷兰恩荷芬科技大学的太阳能研发团队打造全球第一台用太阳能的电动越野车。所谓用电免到充电站蓄电，用影像的方式靠车顶的太阳能板来充电。这摆气势要穿过撒哈拉沙漠，行1000公里袂断电。Stella Terra is robust enough to navigate not only on paved roads but also on rough terrains like this. On a sunny day,
Stella Terra can drive 630 kilometers, is road legal, and has a top speed of 135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only weighs 1,200 kilograms. 研究团队为摩洛哥北部出发，穿过大的河坡、真密的森林，驶伫真架山区小路、甲山头加松的沙坡顶，用各种无同款的地形测试车的性能。We tested Stella Terra extensively. We started in the north of Morocco and we drove over 1,000 kilometers through various landscapes to finish our journey in the Sahara, all powered by the sun. 这台越野车只有2人的飞，已经用合法上路。好天的时阵，车的续航里程超过630公里。若切换到越野模式，伫真正无平路，续航里程是550公里。研究团队更真欢喜发现，为车量身定做的太阳能转换器，转化太阳能效率比有机较悬，互车消耗的能源比有机省30%。不过，伫试赛中途，转向操控的环压所排气需要搁换新的。Some parts needed some adjustments, but overall, Stella Terra performed above expectations on and off the road. With Stella Terra, we want to demonstrate what's possible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We want to inspire companies, students, everyone. 研究团队认为，要打造能应对各种地形的节能汽车真困难，佫要将太阳能板嵌入汽车当中，以前毋捌看过。未来5到10年，电动车会伫全球能源网络系统扮演重要角色，希望研究领先市场研发甲创新改变未来。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越南越南的世界遗产下龙湾，逐年拢有几百万游客去遐佚佗，人侪本数就侪，污染是真严重。即摆有一部纪录片《旅游真大价》，就是咧讲即寡旅游带来的问题，咱同齐来关心。越南迄向是东南亚旅游的好所在，今年佫登上美国18杂志全球上值得去佚佗的52个所在排行榜。越南北部世界遗产的下龙湾，以海上过林的绝美风景，去年吸引700多万游客，今年甚至佫有850万人的规模。即马缆车主题乐园、豪华酒店甲数千个新的主题组织开发，下龙湾生态环境受到真大的冲击。Thì chỗ khu vực Vịnh Hạ Long ấy, nó cũng đang chịu rất nhiều những cái áp lực về vấn đề về môi trường, đặc biệt là từ các cái khu vực ven bờ, từ các hoạt động kinh tế xã hội ở các cái khu vực lân cận. Để nó có những cái hoạt động này thì cũng đều tiềm ẩn các cái nguy cơ mà nó sẽ tác động đến cái khu vực, đến cái chất lượng môi trường cũng như là cảnh quan môi trường, gây ô nhiễm rác thải và có thể là. 英國串流平台紀錄片《旅遊真大價》，去16個國家翕1000點鐘的影片，報道國際旅遊存在種種真罕古的惡物，親像熱帶動物來滿足遊客好奇心。動物表現這項娛樂統計喺全球有50萬動物深受其害。抑個另外一種所謂結合公益甲觀光旅遊，體驗在地無共款生活面貌的公益旅遊，和非洲、東南亞這散策國家的孤兒院數量增加。細漢囡仔，互人為親生父母身軀邊搶走，只為了互有錢國家的先進人士贏過一個公益的感覺。The people that actually go on these trips, they actually want to do something good. They actually want to help. And then they're booking these trips that have a huge impact on young people when they have abandonment issues with people coming in and out of their lives. And we delve into that in the last tours, but also the whole child welfare issue with just groups stopping in schools. I mean, and kids doing performances and dances for tourism, for tourists and things like that. I mean, you wouldn't do that where you come from. You wouldn't just walk into a class with a group of adults and make children stand up out of their desks and sing and do a performance for you. So why would you do that in another country? 紀錄片最後透過印度的葫蘆計程車行、泰國清邁大象自然公園、秘魯馬丘比丘周圍山城的傳統吉普川，讓觀眾看到國際旅遊能產生的正面影響，就是改變無好的消費方式，甲在地人文鬥陣共創雙贏。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最近伫波蘭有挖出古早時查甫囡仔的骨骸，也毋過這囡仔在風大的時，甲一般無啥共，因為骹風白掉咧，面佫向下是拍的。即馬方認為講有可能伊佇在生進前，方認為講伊是死火鬼。
纸箱内底的遗骸是最近挖出来一具17世纪的查某囡仔骨骸。波兰托尼戈百尼大学的考古团队最近伫北部一座墓园发现一具查某囡仔骨骸，落葬的时阵脚封锁起来，面向下面，可能是要防止伊骨爬起来。推测查某囡仔在生进前，被认为是受贿鬼。Został prawdopodobnie po śmierci tego dziecka otwarty i reszta tych kości zniknęła, ponieważ ówcześni ludzie stwierdzili, że pochowanie tego dziecka, zabiegi przy nim wykonane, było to jeszcze za mało. 考古学家推测，查某囡仔年纪大约是6至7岁，凸显当地伫17世纪的时阵，将受贿鬼凶死的超自然现象看作是真实存在。而且伫去年的热天，考古学家也伫这座墓园发现一具女性的骨骸，脚也封锁起来，阿妈棍也挂着一支草鸡仔，显示伊迄当时也被认为是受贿鬼。这种埋葬方式应该是为着防止伊个挖起来。Być może ta kobieta po prostu była inna, może cierpiała na choroby, jak się okazało z badań antropologicznych, które przeprowadziliśmy, analiz specjalistycznych, że faktycznie była to osoba schorowana, więc być może ta choroba powodowała takie objawy, że po śmierci sądzono, że może po prostu ona wrócić w postaci demona lub powiedzmy szkodzić zmarłym, więc dlatego ją zabezpieczono. 挖出这两区遗骸墓园内，大约有1/3采用无平常的方式落葬，像用铁仔制品埋葬亡者，被认为可能是会当让死者保持死亡的状态，也是将石头放入手骨，也是阿妈棍来预防亡者搁活起来。另外，这座神秘的墓园的实际大小，甲相关遗骸研究，考古学家表示，会使用透地雷达继续进行探勘。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天气报你知，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21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